大家好，歡迎來到修辭王國。今日我要教嘅修辭手法係設問。首先，我哋來睇下設問的定義。設問的定義是指不直述，以提問帶出重點。設問句即係自問自答，創作者要先提一個問題，然後自己回答所提出嘅問題。而家我舉一個例子，例如今日嘅午餐食咩好呢？就食蛋炒飯啦。呢個例子就係我自己問自己今日嘅午餐食咩好，然後我自己回答話食蛋炒飯。所以例子就屬於自問自答，答案係設問。今日嘅修辭手法就教到呢度，感謝大家觀看。